根据 BBC 的报道，英国最新发表的一份法律文件指称有多份高可信度的案件证据证明中国政府对于维吾尔族犯下种族灭绝之罪，其中一个证据直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将对这非人道犯罪负起极大责任。内容详细列出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人所做出的所有非人道行为，包括强制拘留、奴役、酷刑折磨、强暴、强迫绝育、破坏等。文件内容有令人信服且明确证据指出拘留者受到各种物理伤害。幸存者表示，他们被迫承受长期受虐压力，其中有电击、殴打、捆绑、蒙住双眼等。这份100页的法律文件是由多位来自伦敦埃塞克斯法院大律师共同撰写。此文件也被认定为英国第一个正式法律文件，评估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的行为。经过6个月评估来自政府、非营利组织、学者、媒体所提供的证据，包含来自幸存者证词、卫星图像、中国政府泄露的文件等等。土耳其维吾尔人在中国领事馆前的寻求家人活动已经进入第2个月。该活动最初在12月底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开始。目前有维吾尔活动人士已在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前开展寻求家人值班。另外有报道称，昨天有活动人士在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馆前举行抗议示威。最近有报道称，在中国集中营被拘留的维吾尔妇女受到性骚扰和强奸。安卡拉哈基拜拉姆大学讲师阿布杜热西德·卡尔鲁克教授于8日参加在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前的活动时表示，维吾尔人的家庭值班已成为民族值班，他们寻求被中国当局拘留或被失踪的家人。中国应该受到国际法院的惩罚。他还呼吁中亚国家尽快认识到中国的威胁。位于德国的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前主席卡拉卡什先生呼吁世界各地维吾尔人，尤其是在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东突厥散人，支持和响应土耳其维吾尔兄弟开始的运动。国务卿人选布林肯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是正确的。布林肯说，尽管不是他所采取的路线都是我认同的，但是他的基本原则是对的。布林肯还表示，乔拜登总统的政府将把人权和民主放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并表示美国将与其他国家合作处理侵犯维吾尔人权的行为。对于有政治人物呼吁运动员抵制明年的北京冬奥会，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侯锡进提到，中国将严厉制裁任何决定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国家。侯锡进前天7日在推特上以英文写道，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想法，不会得到广泛支持，国际奥委会和运动员都会反对。最近超过180个组织向各国政府发出呼吁，因为有报道指中国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侵害，要求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加拿大联邦议会众议院13名议员联名致信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要求选择另外一个国家作为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国，而不要在北京举行冬奥会。美国宣布计划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总统特朗普近3年前退出了该理事会。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定可能会招致保守派议员和亲以色列社区中许多人的批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华盛顿宣布这一举措时表示，美国2018年6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无助于鼓励有意义的变革，反而造成了美国领导力的真空，而独裁国家利用了这一真空。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政府再次承诺美国奉行以民主、人权和平等为中心的外交政策。